世界万航台，拢伫台湾新港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慕明阿土啊。乡亲，这几天大家准定拢有看到，昨日本土80外个，昨50外个，加在今仔日是15。不过咱知影，过年了后就歹讲。Omicron 本土感染已经拖北部6县市，台中甲高雄嘛有，会使讲咱的疫情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世界 Omicron 大流行，即马正式来到咱台湾进入社区。指挥中心嘛有讲，即马清零是咱的态度，总是无过是目标。面对即马这个挑战，咱怎样保护家己？怎样保护亲人甲厝边？怎样注预防针？怎样好过年？今仔日咱做伙来关心。小解今仔日现场来宾邀请国家卫生研究院周延宏研究员，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中央研究院生医所何美香兼任研究员，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周宪章医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观众朋友，咱来看，今仔日有2个会使讲是歹消息内底好消息。今仔日本土15个。境外36个，另外咱政府买的灭沙东口服药嘛已经来啊。不过，咱的阿中指挥官讲，危机也未过，这个境界袂送放令哦。安怎做？扩大采检，即马有气管的症状，一律拢爱快筛。咱来看到桃园自贸区有超过100个移工来染到病毒。不过，咱会记得哦，移工的2档疫苗的这个注射率是8成8，是比咱全国的平均搁较侪。得到病的人拢是轻症无症状，即马要扩大移工的第3档的注射，非法的无要通报，嘛无要收费，要互这个移工拢来注射。另外，咱看到高雄有本土第8条传播链，一口罩3个人有验出这个 Omicron 的另外一个变种哦。咱即马面对什么款的挑战？头一项是面对着感染源无清楚的这个病例，另外有侪人至少2成还未注射疫苗，这拢是咱今仔日要讨论的问题。咱大先来看疫情最新的发展，到底来看。本土的病例有15例，那境外移入有36例啊。那整体的案例里面，大概是高雄有8例，宜兰有4例，桃园有3例。从明天起到2月7号到过年后，那我们仍然是维持2级警戒。那外出全程佩戴口罩。在探病，全国医院除例外情形外，禁止探病。那符合例外情形要探病的人，还是要有这个3日内的阴性的证明，不管是快筛或是 PCR 都可以。那完成疫苗基础剂应接种的剂次达14天以上者，以公费来筛检；未完成者以自费筛检。那照顾高风险的单位就要打追加剂者应该在111年2月1日前完成接种。宜兰总共有4位。那至于他的一个亲密，这些4个人的亲密接触者，大约匡列了90几位。那目前采检也是阴性。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本土病例的分布。到达已经累积300例，咱看到台北市13个，桃园市是214个，新竹县市12个，基隆1个，新北市11个，宜兰是3个，另外高雄咱看到46个，这300个内底，今仔日变做15个，敢若是咧减少。咱请教周老师，敢袂使透一口气？我想讲这个部分。应该是共款，还阁注意啦，无法度讲透一口气啦。是，因为即摆从目前的即摆案例来看，其实来讲，是毋是会使全部抓到有感染者，但是无伊症状的，还是讲伊的轻状的，即摆目前的，各位咱也毋知。上重要的目的是，伊即摆感染源咱即摆感染源，即摆咧追踪的目前来讲，是。嘛是有一寡讲咱也无抓到的，是，所以讲你即摆15个，即摆刚才讲咱前一波，前7天还是到10天进前，伊说感染者，咱即摆发病，咱
查出来。但是对这一工，比如讲咱5工前的代志，也是最近才检验的这个人，咱即摆也唔知咧。所以伊安尼目前来看，何况这个病毒，因为伊的感染性足强的，所以呢，你在检验的过程中，伊其实时间是压缩在1工2工的时阵，你就法度去检验，结果拖个第二部分来讲。所以我即摆来讲是讲，虽然即摆15个，但是伊是敢反映咱进前的检验的产生的即款病毒啊，咱验出来。但是对最近检验的者，可能嘛是佫有一寡足侪，咱无法度知影的。尤其是这传染病源佫唔知的状况之下，我想讲加起来这2工吼，我想讲伊的案例应该是共款的会清悬啦。吼，这是我的想法。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因为咱即摆检验者不单是讲你是有拍疫苗还是无拍疫苗的人，尤其是咱讲拍疫苗的人，还是无拍疫苗，目前的研究也是讲，关于并无法度阻断伊即摆个传播会开一个人的方法。会有突破的感染。无法度，伊即摆会使咱使预防还是减轻，伊即摆可能甲伊的症状会使从轻。唔通往重症的方向去发展尔。是。所以讲，这个方法咱无法度。在厘清那个感染源唔知影的状况之下，我是讲你嘛唔通掉以轻心。所以呢，一寡公共卫生的政策，包括咱什么爱勤洗手、口罩，就跟咱近2年、这2当所采取的方法，赶快来继续维持啦。是啊，差不多要继续观察偌久了。哦，以即摆咱即摆检验，目前是10工到14工是算一个 cycle， 咱讲是一个循环来讲者。所以，啊个咱个以前咱的经验就是。从会记旧年5月开始，5月17号开始发病。你看咱伊的病例安尼开始清悬，甲一直甲病例开始减少，甲本土的病例变零的时阵，咱差不多有时要到3个月的时间。哦，所以你看即摆咱的病例其实无比咱旧年迄阵较少啊。而且即摆佫开始咧算属于 peak 的阶段，就清悬的时阵咧。所以我即摆咧想法是讲。后壁佫即工，尤其是要佫春节啊，所以吼，咱即摆群聚的效应一定会佫产生出来。是，所以咱即摆是爱严加的防范啦，这是咱的想法。是，观众朋友，咱即摆就要提高警觉。咱请教周医师，国外伫看这个 Omicron 的数值，伊个 R0 的数值是讲足悬的。在你看咱台湾敢有加压较低？这个咱台湾吼，我咧想是安尼吼，因为咱看这个即马感染这个数字吼，因为咱这看起来吼，因为咱甲外国无共款的所在是吼，外国因为伊进前有一寡感染比咱较厉害，啊咱过去是一个阿尔法吼，一个大流行吼，啊德尔塔是一时啊尔，咱的迄个自然感染的迄能力吼，无因遐强，是哦无迄个咱感染无因遐。感染过吼，所以咱的迄个免疫能力吼，袂因为自然感染的提升，咱也是注疫苗尔嘛。所以这吼，咱看外国来讲吼，是咱来看讲咱避孕吼，可能爱较歹一些，爱较注意一下。哦，好，啊，第二点就是讲吼，头拄迄个研究员讲着讲吼，咱咧高风险的这吼，像我今仔早起吼，我看完门诊了，我中昼吼，就走去吼，阮走去迄个大东区的迄个中照机构甲安养中心吼，替遐内底的住民甲遐个中者吼，甲因做第3剂，吼，这人都是高风险的，所以头拄讲过讲吼，咱这吼，即码可能你治疗吼，可能嘛是会对，但是吼，咱若第3剂甲保护好势，这人吼，后摆才袂去占咱的迄个医疗容量。这是咱即摆所有爱做的代志啊！吼，所以吼，咱即摆讲吼，外国迄参考是种参考啦吼。咱敢若讲，咱体育中心定咧讲啊，要男主模啦吼，要创啥？啊，看外国的伊嘛不爱看，你嘛是要有本土的这个吼，这个数字出来啦吼。所以迄是做参考吼。我是真赞成讲吼，即摆虽然今仔数字有较少吼，我感觉吼，这无遐尼简单吼。像阮顶礼拜吼，我有去咧来哦，这个注册迄个吼，迄个中医的注射站吼，我去做支援吼。我早起去吼，啊我下晡就去转去看门诊，结果下晡班有一个确诊者，伊唔知伊家己确诊啦，啊伊就走去注意用车，结果注意用车了，迄个规班规组的人吼，拢总吼爱去做 PCR 吼，啊成功爱迄个自我健康管理爱14天，哦，这其实吼，咱即马就是爱看讲吼，这个是防不胜防啦。
吼，像阮逐工伫咧个诊所内底看，吼，啊想讲吼，爱去采检无，还是讲哈，其实即马台北市然后高雄市甲桃园市哦，拢无共款呢。是，吼，迄个桃园上厉害嘛，伊就讲吼，不管安怎吼，若是有迄个呼吸道感染的人，就一定爱去嘛。对。啊，台北市是讲吼，迄个瓜市长是讲，咱先去采检，啊那阴性再来看，吼。啊，高雄市是吼，若有诶时阵爱送去采检，结果拢无共款啦吼。啊，阮这基层医师吼，嘛是就是逐个咧拍拼啦吼，比如讲啊去住乡下来个，逐个讲住啊，伫咧诊所内底住以外，都去长照机构啦，啊，佮有诶去厝诶，甲遐袂叮当诶人，迄个中介甲住，吼，这是阮一直咧拼诶。结果咧，但是阮嘛是有风险，去遐若去拄着一个，可能阮一两工都爱等迄个 PCR 阴性，我头会使去做工课。哦。吼，啊，阮带规组人去遐咧共斗3工，结果阮的诊所可能都要停落来。是。啊，你停落来了吼，可能毋是较正啊来阮遮啦吼，可能阮若 PCR 无代志，会使继续做工课。但是民众讲，我即间诊所吼，即马即两工关起来，可能有代志哦。哦，人印象都歹啊，是。所以其实吼，阮即马吼嘛是真有诶吼，阮要叫人出来嘛是真矛盾伫啦，吼，矛盾讲，你安尼共叫出来吼，万一若拄着即款代志吼，人心大头吼，也是讲伊厝诶人毋知有啥物感想无吼。但是阮是拢尽量啦，尽量讲吼，会使帮忙诶，尽量帮忙啦。但是阮希望讲吼，政府爱互一个规则伫诶吼，一个规则就讲，啊，你好，若是去接触到诶时阵，啊，阮已经做3剂拢治了嘛，已经超过14天啊嘛。啊，阮也有适当的保护嘛，啊 PCR 紧甲阮做，阮阁会使继续做工课，哦，甲国家服务，甲阮的患者服务嘛。是，咱毋是啊，但是咱的迄个，咱迄个做 local 的吼，即个卫生局的人吼，伊拢足惊，伊甚至讲吼，叫你讲14天袂使去看，啊，根本都规则都无这嘛。啊，我拢甲讲，无你摕单来，你莫用嘴甲我讲，伊则毋敢。吼，所以这吼其实足侪吼，即马要出去共服务的，遮吼，阮的迄个同僚啊吼，嘿，其实吼心肝头的迄个压力嘛足大的，吼，因为你讲即马，咱安尼遐尼侪人吼，拖遐尼紧，啊，阮咧看患者，阮是伫咧诊所内底，阮是包了，阮的迄服装是开迄个吼，开迄个高级嘛吼，啊，但是阮去住医乡社时嘛是穿迄款服装，所以伊迄个政府吼，应该是吼，就是讲吼，阮要甲逐个吼。甲即个完成即个公共卫生任务的人吼，爱互阮一个保障啦，爱知影讲吼，阮若是有啥物迄个装备的状况之下吼，有接触到，有安怎吼，会使互阮知影。无我若是接触到的时阵，我都爱搁等 PCR， 有诶等2-3工，诊所嘛拢免开嘛。其实这吼嘛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啦。是，吼是。规定爱清楚，嘛爱维持咱的医疗的量能吼。咱看到去年升3级有2个条件。头一个条件是一礼拜3件以上的社区的群聚事件，第二个条件是一天内底有10个以上感染源无清楚的病例吼。咱即马敢有搁面对到相款的危机，会搁升3级无？周医师？当然啊，嘛是无希望这样代志发生啦吼。但是即马根据即马这2天的发展吼，看起来。所谓的不感染源哦，即马虽然咱即马看起来大概有4-5个啦吼，但是足歹讲的，讲是明仔载若是后日，这个感染源因为唔知影嘛，伊会搁拖出去嘛，是，所以伊这个拖出去的状况入来时阵，是毋是会符合第2个条件吼？单入10名内底，我是持淡薄悲观的看法啦。哦，所以但是对于就单周来说，这周里咧有3件来讲。无一定啦，吼，所以我即摆是感觉讲，应该算讲伊达到100分一半，要甲3级的警戒啦。是，所以讲我想讲吼，卫福部咱部长吼，其实伊嘛头壳摸咧烧啦。讲实在话，因为伊即摆咱也毋知伊会，咱甲知影伊可能会愈来愈严重。是，但是咱毋知影是毋是一定爱维持到第三级的警戒条件啦？为虾米来讲呢？因为即摆病毒甲这2年佫无啥物共款，咱以前要想讲为着3级的行为，除了这个条件，佫是因为迄病毒哦，不管是阿尔法还是德尔塔，伊的毒理，就是伊毒性吼是较强啦。是，但这边奥密克戎，因为即摆面对的是大部分的感染者，有的拢有拍疫苗啊，不管第1剂啊、第2剂，吼，甚至伊的传染源是一寡是拍第3剂的人。所以伊家一寡伊的病毒变成的轻症化的概念型的时阵，是毋是一定爱照这个条件来说？若是万不利，
这两项条件拢达到的时阵，是毋是第三级？这就变爱思考啊啦。所以这是我即马来讲，就是讲，若是讲我来看是啊，所谓的应该是讲在咱的严肃中哦，爱带点淡薄欢喜啦，就是因为咱年前咱拄着的是大家拢无拍疫苗的。哦。但是嘛，咱即摆拄着的虽然是可能达到这两个条件，但是伊面对的是有的是拍过疫苗的。是。好，所以在即摆来看时阵，我是希望是卖啦。好，卖个会使，即使伊是达到这两个条件，嘛是卖先做第三级啦。是。好，维持咱一定的一寡经济能量，老百姓的一寡活动。吼，卖拘束伤过严重啦。是。吼，但是我咧想讲，但是咱再爱个继续观察，因为这两天，这应该讲这礼拜啦，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啦。是。何老师，在你看，这个刷落来，敢是升三级会当保护，还是咱有别项的挑战？绝对无升三级的条件。哦。不管什么代志。是。这上重，唯一升三级。就是你的医疗量能，和你不小心的时阵用了去啊。但是无这个可能啊。即马就是讲，你的医疗量能若是用了去的时候，我就来咧指挥用讲，你即马吼，你就你不当使用，因为这个少年人轻症的、无镜头当然是有一个位，轻症的袂使去占的医疗量能，不可以。即马上绝对无可能，伊2天前有公布讲300几个。本土的，敢若2个吼，伊讲轻中重症，中重症就是意思就是讲有肺炎，但是无严重，无需要来进这个加护病房。是，就是所以你在这个情况底下，你的医疗量能不可能用尽，所以这个咱即摆来看是安怎？是安怎袂使阁用去年的条件来升3级。因为去年迄阵无疫苗，咱啥物拢无，搁迄个，所以搁入去的时阵，迄个病毒来入到社区的时阵，就对60几岁老人开始。是，所以当然迄一个开始就发现讲，哇，拢是重症的真侪，所以即阵甲迄阵，我是建议指挥中心吼，爱搁定，重新来定这个条件啦。卖定嘛无要紧啦，基本上吼就是一个，咱的定一个调。我若医疗量能够，我就要一直往前走。你是安那爱一直往前走？你无往前走，你敢若停尔，你无帮助你。是安怎呢？因为吼，咱来看，不管是 Omicron 或是其他的吼新冠病毒，头一个代志，咱拢知影。伊即摆互传染着了后，还袂有镜头，以前伊就会当传染别人。对。这个，咱叫做临床还是流行病学这个征兆吼，是，咱就歹做代志的。是。除非讲吼，即摆有一个人确诊，即摆伊的家人咱来甲圈起来，但是无办法啦，即摆真侪拢是无镜头的人，所以咱爱认清说吼。基本上，一个话来讲，就是讲，这个 Omicron 这个病毒吼，就是讲一定会找到你。你今仔日无撞到伊，就是明仔载会撞到伊。也是咱国门一直关，后个月会撞到伊，是安怎？因为伊未对这个世界消失。即摆已经确定未消失啦。一定未消失，一定甲你讲一定。新冠病毒会消失，唯一一个机会。咱全世界已经失去啊！就是上开始的时阵，所有的武汉的人拢袂出来，大家拢停止。干那迄阵有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特征，我拄仔就形容这个特征，无镜头以前就会传染，这互你根本就无办法改围堵，无办法。是。搁足侪人无镜头的，所以一直甲你咧传染，你根本就你追都追不上啊，无办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吼，咱迟早一定要甲伊面对面。即摆是当时的时间上好，咱唯一的选择吼，选择就是讲，我碰到伊的时阵，我是有注意风险，还是无注意风险？你敢若会当选这尔？你逐项选拢无得，你袂当选讲我爱甲伊撞着，迄无可能，因为你都无你就拢免出来，你家己关喺厝诶。
逐工便当对门下骹互你，是，安尼你就袂去撞着人啊。但是你若要生活，要正常的生活，你根本就无可能知影讲倒一个人踮在你边啊，是一个无镜头的人。有一天这一定会发生。是。因为咱无可能国门一直关，无可能甲所有人入来，拢甲伊关14天，无这个可能。有一天咱一定会开，我是感觉真紧。什么时候开上好？咱即摆一直咧做预防下，一直咧做，咱拢知影讲吼，预防下做，咱等一下周老师会当互你看一个资料吼，你做了，抗体就会起来。对。但是起来了，伊会落来。所以咱即摆拢咧做的时阵，大家拢抗体上悬啊。所以即阵伊已经入来啊，咱就卖互即个病人吼发生一天伤济，咱嘛卖甲伊当甲咱袂当生活。是。这是上重要。所以咱若主要就是讲。咱啊，互伊传染着，咱有袂讲挑工去互伊传染，但是咱袂讲做工互咱的生活足艰苦的。咱有准备就无代志。对。对啊，你碰着伊的时阵，你嘛袂，毋是重症啊。所以即阵是上好的时间。慢慢啊，拄啊吼，周医师嘛有讲，即个自然感染吼，会互你免疫力。吼，所以你注意防下一个免疫力，自然感染搁一个免疫力，这是。加起来真好用，但是你若自然感染啊，注意防下啊，你搁等伊落来的时阵，伊迄会降啊，就效果会降啊。啊，你搁碰到伊的时阵，传染的人就较济。哦。所以即阵是真好的时间，咱注意防下啊，已经入来啊，毋是咱无挑工讲互伊入来，已经入来踮在咱的社区。是。即阵吼，咱有4个无源头的这个传染，哦，这咱小等一下来讲，一定会搁较济。是，我先讲一定会搁较济。是，所以安尼。好，观众朋友，咱即马吼日常生活悠然要爱过，不过嘛要过年啊。咱的这个过年的中间，受到这影响，咱想啥物办法来阻挡这个病毒呢？咱做阵来看。无论是手机扫描，也是亲手写，来到公庙参拜，是连坐专照无来。台湾疫情局简报，中高场所神经病案派出工作人员定着，民众也承认这13仔大家防疫警戒心拢放亮啊。逐项嘛送，你个公啊啦，啊是讲食的物件会当入去食，拢送啊。哎呀，拢无讲介遐严重安尼咯，是较早控制遐严。安尼较烦恼无？烦恼是一定烦恼的啦，这爆发已经真严重的啊。台中南屯万和乡加强防疫，将这数甲求签器具收起来，改用电脑抽签。将会初一开庙门，更较爱民众照顺序排队，保持社交距离。足侪拢赶紧就要入去，啊！但是阮今年要叫用排队，一个入去，啊嘛爱保持距离。南投德山至南宫原定提报防疫计划，确保将会初一会当照常举办发钱母活动。23庙方考虑疫情当严，宣布发钱母、发中酒活动全部取消，一切以防疫为重。所以我们决定就停办这个花钱母，好，我们就春节那一天就停办。啊，包括丁酒还是要很多人来排队嘛。啊，我看这个情形，我们今年这个料理包也先停掉。高雄的大天宫原定23要食尾牙开50度，今麦也临时划停，准备好的料理全部拢互员工早回去。我数起来打包啊，员工啊到干部台摕转去。哎，安种方式，啊，因为退后就政府的政策，原因我们安尼做。内政部日里宣布，宗教场所防疫加严措施，全台各地公庙紧急应变，迎接新一波的疫情冲击，也希望信众会当体谅。记者综合报道。这方法拢是要来为这个病毒。咱即摆来看4个这个不明感染源的案例，头一个是伫高雄基丁，是20多岁大学生吼，伊是21号来确诊，即摆伊5天内底3摆落南上北吼，无法度确认伊的这个感染源。第2个是伫宜兰的大溪，是5星饭店的员工。伊即马是23号来确诊，伊的脚者是伫大溪也甲这个台北甲大溪来往的卡巴咱的客运吼。第3个是台北树林，是一口罩3个人，嗰个小妹甲妈妈来确诊。这个小妹是圆山饭店的主家师傅。
即马也无法度确认伊的感染源，因的卡只伫大安、树林、北投、甲南港。第二个是伫泸州20外岁的男性，伊的这个卡只是伫新庄甲实质。咱即摆济无法度确定感染源的这个病例，咱应该就要安怎做来防止伊继续传出去？周医师。哦，其实来讲吼，咱这2年吼，咱会使甲咱的病例吼降遮低吼，表示讲咱的公共卫生政策是足好用的啦。是。但是咱这招呢，其实嘛是搁使用即摆时阵啦。唯一咱即摆爱注意是咱的心防。咱即摆心防想一寡人拢想讲啊，我是拢拍过疫苗啊啦，啊，但算讲这奥密克戎我嘛是轻症啦。是。所以呢，啊，我是不是？距离是不是爱缩减？啊，就无去注意啊。是不是倒一个所在？我食饭时阵呢，食饱了呢，我就袂记咧，搁甲喙氧给挂起来。就是讲，咱即款方式，其实嘛是一定要搁维持啦。哦，我是讲这心态问题，一定要维持咱古早咱即摆咧近2年前咱即摆用的方法。是。这一定会有法度来减少咱的不明感染源。是。啊，如同是何老师咧讲的啦，吼，其实咱来理解看。不管怎讲，因为咱即摆面对的是一寡轻症，还是没有症状的人啦，所以其实你唔知什么时阵你会拄到。所以咱即摆唯一我感觉上好用的方法，还是紧去拍疫苗。无拍疫苗的人呢，拍疫苗该拍足。是。啊，应拍疫苗第2剂的人呢，紧去拍第3剂。若时间到，你就去拍，莫抗拒。我是讲这个方法吼，这是唯一根本的方法。来降低咱传播的感染源。是，观众朋友，你较早安怎做，即马就安怎做；较早挂喙烟，即马就挂喙烟；较早接洗手，即马就接洗手。而且爱注意风险。不过周医师，咱知影，拄则讲到吼，这个奥密克戎有另外的变种，这是啥物款的病毒？哦，其实即摆奥密克戎，咱即摆有讲做姐妹啦，吼，姐妹型啦，吼。伊叫咱叫 BA.1 啦，是啊，即摆就是奥密克戎，咱即摆从去年的12月吼开始发现的嘛，但是即摆开始发现个另外吼一个一种叫 BA.2 第2型、第2型甲第3型的啦吼，啊，这第3型呢，咱个叫做什么？我看一下，这有一个写一个吼，我这是英文啦，但是吼，我先甲你讲一下，就是讲吼，这奥密克戎都按倒位来，按德尔塔病毒来，是吼啊。第2型呢，甲第3型呢是按奥密克戎来。啊，即摆发现哦，所有的一寡咱的科学家啊，甲 WHO 拢即摆拢咧讲，其实哦，伊即摆的病毒的表现的方法吼，不管是姐妹型的 BA.1 啊、BA.2 还是 BA.3 啊、BB.2 的吼，这拢其实甲奥密克戎共款。哦，所以就表示讲啥，伊的传染力也是共款强，是，但是呢，伊的毒力呢也是差不多。较弱化，所以就安尼来讲者，啊，唯一的差别是讲，伊即摆其实有发现有加20个的突变，吼，啊，其中10个差不多10个左右是咧 spike protein 鸡蛋白来遐所在，是，但是目前并无安怎的数据讲吼，伊的感染力吼，还是伊的病毒力吼，有啥物变化？是，所以咱即摆唔通免紧张讲啊，这奥密克戎的一寡亚型，咱讲亚型吼。是安怎啦？其实咱就甲把它当成就是奥密克戎啦，安尼对待就会使啊。吼啊，敢无啥物症差？症状会较重，拢无。拢无。目前的即摆嘅观察的结果拢是安尼。是。何老师，啊，若讲到要预防这个奥密克戎吼，讲到注意风险，你有啥物看法？当拢讲同款的话啊，爱紧来做啊，因为所有的资料拢甲你讲吼，有资料有帮忙啦吼。即摆你看即个表吼，像对左边这边吼，1、2、3就是讲拍几剂吼，1档、2档啊3档吼。即摆3档就是你有注第3档的人，啊，即第2个就是讲，迄个几礼拜的即个时间，就是讲你等愈久的时阵吼，伊就会降。啊，恁咱看上后壁的效果，吼，这是 against 这个 Omicron 吼，所以你就看讲，你看。你若敢若注1档的时阵，早58%，是吼，预防就是爱住病院的机会啦吼。是。啊，你即摆2档就较悬一点嘛。
啊，你若煮3档，你看你若煮2档，你想讲啊，我无要紧，我已经煮2档啊，25酒了，就是6个月你就剩一半尔，一半以下44%。是。啊，你若煮第3档，不管你煮啥物款，这是拢不管你煮啥物款，你就会升到差不多90%。但是即摆我拄啊，就是讲吼，你升起来了，你搁等的时阵，伊会慢慢降落来。是。吼，这降落来无真济，因为你是住院嘛，吼。是。但是你若看迄个预防吼传染的。迄降落足济，所以我拄啊就是一直咧讲吼，当时开国门，当时互即个病毒入来，你无可能一直甲伊挡。其实已经入来啊。你着，但是所以咱的上重要就是讲，即个人数莫升了伤紧，你升了伤紧，大家会惊。啊，升了真紧的时阵，其中嘛有一寡人会重症，吼啊会对咱的医疗嘛是有问题，所以咱。差不多控制，但是嘛是爱正常生活。会当出去食饭就出去食饭，会当出去餐厅来交关，咱就来交关，大家唔免伤惊。不过这个条件是爱注意风险对无？对，当然是注意风险。我一直讲预防下，咱拢无第3句话啊，拢是预防下。所以这上重要就是爱来做。所以即摆吼，不管是大人，咱来看，差不多75岁以上的人，还佫是伤少，住还佫是伤少。2档做2档吼，才60几%甲80%，这是75岁以上。我看这75岁以上，啊做1档的才做2档的才68%，做1档的才74%。拢无够80%，无够。上重要就是这个是大人。是。咱是安怎？即摆的 Omicron 看起来吼，无啥物重要，因为伊即摆还佫伫个工作的位，职场工作的位就是拢是少年人咧做代志啊，拢踮遐咧工作，本来就较健康。会出去活着的拢要少年人就对。伊即摆还佫无转去吼。进到社区啦吼，去厝的，为了足侪老大人的，还佫没有，所以这真重要的是，咱爱甲老大人来甲伊讲，就是上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甲伊讲，你会当选择的，就是讲，我碰到病毒的时阵，我是有注意风险还是无注？你敢若就款选择啊，所以你最好去做，你看有做就有保庇啊。是，所以一定爱去做，即马佫去做嘛袂慢，因为。还佫有时间啊！伊虽然是咱有入来咱台湾，但是毋是你们社区头位拢是啊。即马还佫是，还佫传染的吼，咱差不多拢还佫知影，吼，还佫是甲工作的位有关系。所以，歹势我无新的点子，我跟他讲一定爱注意风险，咱就直直讲即个代志。啊，我看是有真侪资料，咧甲咱讲是安怎有人惊这惊迄，咱就一个。来甲伊注意吼，来去因兜甲伊做吼，还是你若惊过来甲你讲个清楚，安尼咱一个来处理。是，观众朋友，何老师拄则讲这个表吼，咱看到你若煮2档，经过一段时间了后，你的保护力会降到6成，甚至是4成。不过咱看到若煮第3档，你的保护力连绵来到9成，准做伊降嘛降到8成8成3。所以，观众朋友，大家爱赶紧做第3档的预防针，会使注文的时阵，就赶紧去。若是有水到水做，嘛爱赶紧去。咱来请教周医师，若是有突破性的感染，你真正去活动病毒，即摆咱的治疗的方式是啥？其实吼，咱讲起来嘛真见效啦。你讲吼，一个病人来吼，互我看吼，我嘛看袂出来。讲实在，你是爱采检才知影有啊无嘛。是，所以这是即马吼是个真伤脑筋的问题嘛。无像讲进前 SARS 啦，是讲吼，迄个咱进前迄个开始有迄个武汉肺炎原始的迄个病毒的时阵，还是讲阿法群，伊讲比较较会安怎，有个镜头是较特别的，咱就爱较细腻。即马这吼，甲一般的，敢若咱感冒，敢若拢无啥物差别就对啦，所以有时啊吼，咱讲无镜头，啊有诶是有镜头吼。讲实在，伊若无来，有人讲我若去病院来去用采检，伊会惊讲去用隔离，嘛是有即款心态人啊。伊去买药啊，
嘛无人知啊，去拆药啊嘛，去买咧，会使毋免医生开的，还是讲有迄个药房摕到药啊嘛，这是较伤脑筋的所在啦，阮读拄啊迄个何老师讲一个真重要代志，就讲咱的心态要改变，譬如讲什么升三级啊，什么条件啥咱奈这病毒无共款，咱的时阵无共款有注射，咱即马国内情形无共款，迄个标准拢爱改变。医疗量能有两个。会去破坏去，头一个就是老大人丢着上侪人去占迄个家护病房，全规拢瘫痪去安尼。第二个就是讲伤过细腻，你医生拄好去接触一个时阵，你拢甲隔离起来，结果医生线大部分拢叫隔离起来。伤过细腻嘛？伤过细腻，你即马其实这奥密克当真是无，但是咱一般的迄个病人嘛是爱开刀的。迄爱化疗的，迄嘛是拢有需要啊。是，咱即摆咧统计讲进前的阿法，敢若讲哇，过身偌济人，迄其实有诶延误病情本来咱的医疗系统啦正常咧运作的时阵，会当互伊活落来会使生活的人，嘛是因为有安尼怎过身去呢？是，这人才是真冤枉的，伊也甲这病毒也无啥物关系，但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关系，结果呢，伊本来使。若讲咱古早时，伊的医疗系统会使互伊真好的服务，伊就会使甲救倒转来，还是讲伊的生活品质会较好。颠倒即马大家拢咧顾这，顾这的时阵像讲，原来拜托讲就是你较像较熟阮遮无病房啊，像阮敲去病院来都讲即马有的病房已经刷去准备要做做专职病房嘛。个伊就要准备一个万一正经大发生迄个真侪迄个动静的时阵要去做。迄是无毋对，但是你有一个春秋嘛。是。结果遐拢即摆拢扛伫遐，咱即摆统计过来讲，境外礼拜甲咱本土即奥密克戎，结果敢咱两个中症的，也无差讲，也无到住包病房的。你这病房是点准备无毋对，你嘛有一个春秋。若讲即摆有个人要住院，点急诊，点等甲安尼，等甲安尼来艰苦者寡，结果迄个病房讲，阮要准备的，所以这指挥中心伊有规定讲，你爱偌济去准备。是，这是无毋对啦，迄是因为讲，咱旧年迄摆迄个教训根本无够，拢溢出来嘛。伊甲讲，连迄内底迄个医生，会记内底医护人员拢咧发救命，讲因挡袂牢啊。伊上班上到迄个患者伤济，阮基层医生就替因去做采检啊，啥大家来合作嘛。即摆是较袂安尼啊，但是你若伤过细腻，佮甲以前共款遐细腻的时阵。有诶本来使服务一般诶民众诶时阵，也是讲一般来讲，你迄个病院内底，本来迄重症诶医生，因来讲还小可去接触一下，你就甲隔离起来，这个根本，阮若伫咧病院咧做工课，敢若何老师头拄甲提议讲，你去注意迄个预防针，你爱带 N95诶迄防护爱做到有，阮就是安尼。其实咱带喙炎毋是惊向话，就是咱袂去喷着别人。咱这喷袂出去嘛。咱讲国较慢嘛是还有旁 N95是较无，即摆拢有旁伫嘛。阮若讲有，若是讲阮正经讲若是轻症还是啥咱防护设施做较好诶其实你若正常诶医疗系统，你也要运作落去。你若无运作落去结果呢应该得到医疗照顾诶人无照顾，遐人过身去比这个奥密克戎较侪。是，这才是冤枉的。所以这个应该有一个春秋来做调整，因为无共款他研究员甲老师拢有讲过啊嘛。咱即马注意苗的状况无共款啦，这病毒的强度无共款啦，伊更较高位，你嘛要甲以前共款的时阵，你要伊家倒。我看咱台湾为什么讲，咱感觉讲咱迄个防疫做得真好，人包括人讲，恁都国门拢唔敢开。人的生活恁当即摆伫咧大联盟咧拍球啦，从啥大家拢欢喜干，伊就无啥迄落。咱是袂使讲咱的心态即摆甲伊无共款，但是咱对着这一定爱有一寡变化。表示讲你这医疗系统就是这嘛，咱的作用就是安尼。你要安尼去运作，迄个该顾的人嘛要甲顾好势，无你拢专门咧创这该顾的人顾无好势，冤枉啊！是冤枉死去。是，观众朋友。即马即只 Omicron 病毒，甲旧年 Alpha 甲 Delta 无共，因为伊无共，咱的抢单嘛爱无共，咱会维持咱的医疗的量能。咱来看到一直咧讲注意风声这是为正月17到正月24
的这个统计吼，咱看到这是第3档预防射的注射率，过去一礼拜咱增加139%，都是讲加一倍啦。大家拢在注第3档的预防射，不过咱来看头前2个数字，第1档甲第2档拢增加差不多，第1档增加无到1%，第2档增加无到2%，拢差不多伫8成外7成吼。啊，这个有两成的人还未注完整注第2档甲第2档的预防射。周老师，这敢会有啥物问题？哦，我即摆先来讲，其实这是嘛是心态问题啦。是，因为咱即摆吼媒体拢咧讲吼，奥密克戎即摆吼病毒弱化，所以伊大部分地拢是轻症。但是呢，咱的媒体包括一寡数据呢，伊爱去强调的是讲，这拢是拍过疫苗的人，伊才是弱化。是，但是针对未拍疫苗的人，是毋是奥密克戎感染的人的假实就是伊的症状拢是轻症的，无一定哦，嘛是一寡有重症的排列出来。所以呢，即摆就是因为这种方法，所以足多人有咧想法就是讲，无我就互奥密克戎感染着，我莫拍疫苗，我感染着我就在群体免疫啊。规气去画着。系我规去画着就好啊，但这观念就是唔对啦。我就讲，即摆正经的数字是人针对拍过疫苗的人，伊得着奥密克戎，伊是轻症的，但是对于未拍疫苗无一定哦。好，那这种来反映就是讲，咱其实拢爱尽量加强的，咱即个讲法就是讲，你这爱搁紧去拍疫苗，吼，不管你即马，除非你有一寡限制哦，你一寡因为你是你轻重你本来有慢性病啊，什么啊，一寡身体个人的因素吼，限制你无爱拍，无食你就紧去拍，因为呢，咱即个方法呢，莫搁直想讲，咱在群体免感染着在群体免疫，因为搁另外一个想法来讲，足侪人咧研究嘛是发现讲，其实。你就近前你包括唔是叫COVID-19 感染者，可能是阿尔法还是 Delta， 但是呢，伊个有个重复性感染哦，伊也是可以产生出来哦。是，所以这个一寡危险出来，就是教授甲咱讲，你的心态嘛是爱摆正，就是讲，即摆唯一的方法还是疫苗是上好的方法，因为你是预防嘛。对。另外一个是，你莫直直想讲，因为是弱化，所以你莫去拍，你就直接去染着。这个观念是唔对的，是，所以爱多宣导啦。是，嘿，唔通干那想讲要甲病毒共存吼。指挥中心李医师嘛有讲过，只要有2成的人还未注预防射，咱就无法度甲病毒共存。何老师，你有写一篇文章，嘛是咧讲这个问题，请你讲看卖。因为是安尼啦，咱根本吼无这个选择的自由。是安怎讲？我拄仔就讲，即个病毒，伊即马已经踮咧即个地球甲人类吼，已经共存了啦。咱台湾，咱踮咧台湾无感觉，因为咱甲国门关啊好势好势。是。但是伊踮咧每一个位拢已经，伊都伫遐就对啦。伊都是伫遐啦。啊，即马咱若想讲，无人，因为真侪台湾人吼，拢有一个。假的一个意向讲，咱安尼就真安全，咱拢无疫情，迄是临时的哦，迄是暂时的哦。你即马国门若开的时阵，伊一定会入来。虽然咱会当搁做一寡代志，会当互伊稍啊较慢入来，但是袂讲永远袂当入来。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阵吼，咱来看美国的大足侪媒体拢咧讲啥来讲吼，即马即波吼，这个疫情吼，就是无注预防射的人咧，甲伊驱动，是安怎讲？即个无注预防射的人，就家己就传染着，啊，就搁传染着，就传染着。所以有注预防射甲无注预防射，咱拄仔看着讲效益吼，但是咱嘛会当无注预防射的人吼，伊的迄个会去带病伊的即个机会吼，是10几倍，全部。但是你若干那看老人，你若老。年纪大一点，无注预防射，伊个倍数搁较悬，所以根本以上就是讲吼，即马是一个疫情，是啥物疫情？是无注预防射的人的疫情。是，对。就是讲你会死亡，会需要带病院，啊人搁较济，确诊的人嘛足济，所以这是一个真无办法的代志。踮咧美国，伊已经
行到即个时阵的时阵，踮咧加州吼，伊甲迄个，伊即马敢若爱需要隔离5天尔。你若无镜头吼，你家己小隔离5天，啊5天了你就会当出去，但是佫继续戴一个口罩，就是敢若伊遐所有做的拢是咱有咧做啦吼。啊，即摆即个甲迄个护士讲，你若无镜头吼，你确诊，你隔离5天转来，你就转来工作。哦。你唔免裁剪音，唔免安尼，就是意思就是讲，即马咱已经甲伊一个共存。咱虽然咱无甲美国共款，但是意思就是甲你讲吼，一定有一天咱会行到一个程度吼，病毒就是一定拢在咱的边啊。是。所以最后头一遍，每一个人头一遍碰到这个病毒的时阵，你最后是有注意方向。伊佫互你一个防疫，你最后是一个健康的人。这是真，就是讲，咱一定会拄着伊，咱甘愿讲家己有注意方式才拄着伊。当然，我因为就讲真侪遍吼，有另外一个拄着伊注意方式。第二个就是讲，你拄着伊的时阵吼，你的迄病毒量是偌济，你若吼无戴手安，无洗手吼。你搁一遍甲一遍，即个破病的人，即个有会传染的人，你家己抱一个一遍，搁一遍，搁一遍的时阵，你就一直传染，你病毒足济的时阵，你会病，你的病症会较悬。是。所以咱啊，嘛是照常，保持一个社交的距离吼。咱就是正常啦，咱做会当做的，真简单就会当做的，你就保护了真济啊。是。注意方式，挂手安，洗手。吼，会使的时阵，尽量吼避免甲无熟悉的人，踮咧即个厝内底安尼密闭的空间上好。咱最好是讲，拢甲较熟悉的人，即个时间吼，甲家人会当去食饭，这是一个真基本的啦。是。吼，咱正常即马过年啊，真侪时大人咧等你的子孙来转来甲看，你嘛是转去甲看。但是去遐看以前，你甲问讲，你有注意方式无？你若无注，我无爱转去甲你看。就爱保护因就对。对，我就是要保护你，这就是叫做爱的距离啊，对无？我爱你，所以我甲你保持一个距离，这是真重要。咱一定拢唔捌甲即个时大人讲清楚讲，你其实无啥物传掉，无啥物选择讲。是。我避免一下病毒未来，无即个，你无即个选择啦。是。你绝对无。是。观众朋友，咱来看，即摆咱有头一个国内的研究报告吼，讲无爱注意放射的原因吼，拢总一般原因有6个啦。头一个是烦恼副作用吼，啊，第二个是以前捌注意放射迄个经验无好，第三个是经迄个倒一支要住啦，对迄倒一支倒一支无信心。第四个是健康的这个因素，伊无爱住。第三个。第5个是想讲，啊，我去住嘛是小常会得到，吼，啊，伊就规气无爱住。第三个是对政府的政策无信心，吼，啊，这款一般的这个顾虑，咱应该安怎看？这有道理无？周商务律师，我感觉吼，这个表吼整理也袂歹吼，其实阮临床上吼看患者的时阵吼，拄着这吼，其实这拢有差不多拢伫咧内底。哦，差不多啦。那有的人就是讲，佫有一寡人就是讲，拢毋是这，反正伊就无爱做就对啊。哦，吼，伊就无爱做，伊就做啥物？以前预防射伊就无咧做，因为敢若无爱做即支尔。伊啥物伊拢无爱做，啥物流感的啦啥吼，啊是细汉的时阵可能迄个要读小学嘅，叫爸爸妈妈带去做爱断，伊就无要做。吼，啊所以讲吼，即款代志吼，嘛是世界各国拢有发生过吼。甲咱迄阵咧要注意防射的时阵，就有去调查讲，因为迄阵美国因拢做较在先嘛，啊伊嘛是做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就迄个拍数咯，较袂起哩啊。啊英国嘛是共款，其实拢世界各国人拢差不多即个心态啦吼。毋过呢吼，拄啊吼，何老师嘛有咧讲吼，啊咱用亲情的力量啦吼，这是我想亲情的力量是上介大的啦。吼，因为有个人佫较自私吼，对家己的亲人吼，原来是还佫有另外一个做法伫啦吼。我嘛是定定咧讲啊，讲啊恁迄个吼厝的老大人吼，伊虽然有注预防射，恁少年无爱做。我讲吼，恁后摆转去吼，恁拢喙烟拢袂使摕落来，你袂使转去甲恁爸爸妈妈食饭。你要转去遐看，你拢袂使摕落来，安尼甲讲。吼，啊伊想想讲，安尼嘛毋对咧。吼，转去拢
啊袂使食饭啊，袂使迄落啊，吼，伊就肯讲，要去住，吼，啊无伊家己是不爱住的呢。啊有诶吼，迄阵是惊讲吼，迄 BNT 吼，要互迄囡仔住吼，12岁以上诶，嘛是有人不爱住，讲吼，迄吼若是住着心肌炎啊啥吼，迄种足严重诶嘛吼。啊，事实上，阮去学校共住诶时阵吼，第一节吼，我去一个学校，我会记得迄个国中吼，第一节有950个人左右，吼，阮就甲住。啊，迄个经过一段时间，阮过去共一个国中住第二节吼，超过100通个。哦，100通个，啊，100通个，阮就甲老师问嘛，讲这是安怎吼？这头7点就讲，就是讲住头7摆住有无爽快啦。是。吼，伊佫会看报告嘛。伊咧讲吼，国家讲吼，第二剂副作用较大咯，啥吼？因为即摆人足巧，拢会去看东看西嘛。你个政府讲啥，医生讲啥，伊会去比较呢。但是伊比较了，摕到毋对的资讯吼，伊嘛毋知影，但伊要来甲你问啦。吼，所以咱就尽量吼，对于阮即摆其实看患者的时阵吼，真济拢是咧讨论即个代志。吼，啊看到讲未住的，拢一直甲鼓励啦吼。啊像阮讲吼，像阮今仔日去迄个安养中心啦吼，迄拢是。年纪真大诶，啊无一寡慢性病啊倒会袂叮当啦吼，迄款诶，因为即马阮一直咧拼吼，拼讲吼，伫咧迄个新疆进前吼，台北市遮吼爱甲做完。是，老大人爱甲做完。诶，但是阮因为吼，迄个台北市吼真济什么教养院啦，什么吼，迄真济即款诶吼，第一节就是讲有迄个联合病诶去做。啊，一部分是阮医师公会个甲一寡迄个基层的医师吼组织起来，是，吼，大家吼去甲包起来，啊，大家互相支援嘛，吼，像讲今仔日洪医师的团队要去遮，安尼欠医生我去甲支援，吼，啊，大家吼互相安尼，吼，啊，就是讲吼，即个第三剂吼，啥会较紧吼，其实住院住的人吼是济，啊，但是我去遐住迄，伊就伫遐，啊，伊甲厝的人讲住，我就甲住，伊其实吼，有的人伊嘛无啥物意见，因为无法度通表达嘛，吼。是。但是即摆有一个问题吼，阮定定吼拄着讲吼，有人要来住，伫诊所有人要来住，啊，疫苗发无出来。哦，有即个状况。哎对，啊，因为你中央发偌济互地方，啊，地方来个分来阮遮嘛吼，啊，即摆个啥物用预约的啥，啊，以前叫做随到随打。啊，即摆讲袂使，有咧预约就袂使，吼随来随住。迄有诶吼，迄实在是，今仔你讲你要住第三剂哦，吼，我今仔就是今仔日我诶门诊就是要人住第三剂，但是有几个来讲，我是要住第一剂、第二剂，安尼也袂使啦。哦，如果顶日我有讲过嘛，伊讲吼，伊认为吼，阮会共做毋对啦，吼，因为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因为你有诶是一支诶，做一剂，有诶是做半剂，伊认为吼，阮拢讲会共半剂做做一剂啦，安尼一剂做做半剂啦。啊，其实咱有讲过嘛，吼，讲人一定会有即个错误的时阵，但是咱得尽量细理解，咱袂使为着即个小可问题吼，无一个春秋吼，其实吼，即个数字吼，会使搁较悬。是。这就是讲吼，阮人要住啊，人来我诊所啊，啊嘛有第一剂、第二剂的人，好不容易安尼走来安尼，哇，太好了啊，无法度哦，无法度通住啊，所以吼，迄个咱的迄个地方的迄个卫生单位人员吼，伊可能嘛是惊讲吼，啥物特权啊啥，即摆哪有啥物特权，即摆有没有遐尼多，哪有啥物特权？哦，惊，伊是用去惊，讲迄好心肝的事件安怎去用牵咯安怎吼？即摆有没有一大堆啊？迄有人要住吗？哦，咱欢喜才对呢。啥物讲互伊住无对？所以吼，这种爱个改进啦。其实这个数字吼，对阮来讲吼，应该是爱个较进啦。因为这阮有定咧吼，毋是讲台北市吼，我其实阮群组内底吼，有甲别个县市迄医生拢咧交接伫个。其实吼，每一个县市拢有即款现象。这个注射率爱有互悬吼，佫有一寡咩角，咱希望地方政府有听到。另外，周医师，咱来请教吼。这个一般的原因，另外有人真正会烦恼，譬如讲老大人啊，伊会感觉家己的身体可能无法度堪咧迄个副作用吼。啊，这个慢性病，感觉慢性病伊家己的这个温书会去逼出来吼。另外，都是有心因的人，伊感觉会伤到囡仔，这款的烦恼，咱应该安怎看？哦，这个我亲身经历吼，一寡朋友吼，伊的太太也是一个配偶吼，拄咧怀孕。啊，逐摆就直来问我讲，啊，我是要安怎啦？我惊我拍疫苗吼，是毋是有啥物副作用？其实啊，我就当然我就尽量看知影的经验啊，是知识甲因讲，其实免烦恼啦。是吼
啊，但是当然什么厂牌，你会使家己考虑一下，吼。但是咱目前来看，不管咱即马台湾内底咧用的吼，即几个拢会使用啦。是。所以伊即马拢有一寡所谓的疑虑啦，讲啊，我即马是有新的人是要安怎要拍，是毋是对胎儿有啥问题？所以我所以说，即马回答即马来讲，因为有这寡疑虑，咱即马会使做的就是，咱不管是公权力还是好，还是咱的媒体吼，应该尽量吼用正确知识，讲互大家知影，讲拍疫苗好处啦，啊，莫伫咧烦恼遐副作用安怎？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共款慢性病患的也是共款，比如说伊来咧长期有洗肾的病人，还是有高血压病人，伊要拍无？这是头一点。第二个，啊，我要拍什么？就直接一直拢有这个问题来问我啦。啊，我嘛是不厌其烦讲尽量吼，啊，甲讲互知影。所以这就表示讲啥？咱的知识的媒体吼，要讲吼，咱即寡民众也知影吼，嘛是爱尽量加强，互伊了解讲疫苗好处，甲伊个副作用，啊，你爱注意啥物？啊，什么时阵你会使拍，什么时阵袂使拍，咱会使甲正确知识传了无，传给大家人。是，这是个正确的方法。是，真多谢。